接电话。平时讨人嫌，哪都是你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刻永远都派不上用场呢？这死韩毅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好，卡。 哎，演员老师，咱们这个戏经费有限，实在是加不了这么多特效，要不咱换一个脑洞？我衣服都已经穿上了，你就跟我说这个？咱们1毛钱特效都没有吗？真是1分钱的这个特效都加不进去了，要不咱就改黑屏加字幕？你小手臂。 老板，这怎么办呀？喂，刚才听金秘书说，有人对那个女孩要动手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些人还是太没有耐心了。那你们在哪儿呢？我把她带回家了，现在很安全。你有什么计划？等事情落实了，我再通知你。你现在马上去调查今天晚上跟踪她的那些人。你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老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郝小姐她……今天就暂时让她住在这儿，她现在是唯一的诱饵，我得看着她才放心。 老板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不用想太多。昨天你被人跟踪吓晕了，我不知道你住在哪儿，就把你带回来。被人跟踪？对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要回家。回家可以，如果你不怕明天早上你变成一具尸体。不就是一份设计稿吗？郝小姐，我想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3年前的流星雨之夜，你目睹了一场车祸。作为现场目击证人，你还捡到了当事人的物证，所以你现在被卷入了一场车祸案。昨天跟踪你的那帮人迟早会找到你，到时候杀人灭口，我想你绝对躲不过。所以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配合我查出事情的真相。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，我就会给你提供保护。配合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那个合同是吧？我马上就签。这是什么鬼？3天之前，我本来想跟你签一份证人保护契约，只要你给我提供线索，我就给你提供保护。还有一张你可以随便填下数目的支票，它是郝小姐，当时你拒绝了。 3天前，把这份合约签了。关于10系列抄袭的事情，我们公司不打算再追究。可我打算追究。你不想听我把话说完？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迟墨、迟总、迟大爷，我知道你是兴盛公司幕后的大老板。你不会因为我即将揭开你们的抄袭丑闻，你就害怕了，你就上门来求我了。因为我不会因为那一丁点的利益，
就出卖我自己作为设计师的尊严。我要让所有珠宝行业的人都知道池氏集团的抄袭丑闻。你池氏集团的老总池墨是行业的败类。好机会转瞬即逝，现在证人保护契约没有了，那张支票也没有了，有的只有这份合同。但是为什么是女佣劳务合同？我给你提供保护，你也得付出劳动啊。再说你现在欠我巨额债务，我总不能把你当成大小姐供着吧？怎么样，签不签？合约第1条，如没有特殊要求，郝聪明不得靠近池墨3米以内。第2条，郝聪明不得在众人面前透露与池墨的合作关系。第3条，郝聪明不得走进池墨的生活区域。为什么都是针对我的？那你要是对我有非分之想怎么办？你不用多此一举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那可说不好，有些渣男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平时西装革履，看起来像正人君子，到了晚上就变身色狼，左拥右抱。不行，一定得填进合约里。这里可以看到楼下的花园哎！哇，浴缸！洗澡的时候注意防滑。如果你想假借摔倒引我进去查看伤情的话，我劝你还是算了吧。因为不管你受了多重的伤，我只会打急救电话，绝对不会进去。好饿。活过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找到点吃的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我从来不吃像呕吐物的东西。呕吐物？这不是你自己买的吗？那这个会议暂时先到这里，大家休息一下，一会儿继续。李先生，上次见面，我记得您特别喜欢那家老式的法国牛排，我特意为您请了那家法国餐厅的大厨，一会儿开完会还请您光临寒舍。到时候那位大厨会给您亲自烹饪一份原汁原味的法式大餐。金秘书，40分钟后上菜，确保菜的温度合适。老板，怎么了？新来的助理记错了日期，他定成了明天，所以今天可能来不及了。这点小事儿都给我办不好，马上启用备用方案，务必要让李先生满意。还有那个秘书助理，
让他马上去人事部结算工资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老板，他平时表现很好的，而且他是应届毕业生，好不容易才通过了面试。这里是商场，不是菜市场，我只讲成败，不讲人情。站住！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啊？不就是订错了餐吗？重新订过不行吗？要不要这么大惊小怪，动不动就把人家开除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工作很难找的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做错了事情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嘛。这个女孩子恐怕是刚出校门就遇上这么残酷的事情，会对她以后的职场造成很大的阴影的。一个毕了业3年的人，被解雇超过99份的工作，你对此是不是感同身受？我不是被解雇的，我是自己跳槽的。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非常优秀，要么极度平庸。你觉得你是哪种？如果我可以顺利递到那家餐厅，你就把那个要解雇的秘书助理留下来，赶快跟我赌！老板，李先生对您的诚意十分满意，今晚订餐的事情还真是多亏了郝小姐。好聪明。金秘书，你都搞不定的事情，他是怎么搞定的？金秘书，现在还剩多长时间？34分钟。我马上给他们的主厨打电话。你认识他们主厨？来，你跟那个主厨是什么关系啊？听说他的脾气很古怪，这你都能搞得定？我之前给他们的餐厅送过海鲜，每次都是累死累活，好不容易可以满足那个主厨的海鲜的需求，也算是以海鲜会友了。他这个人啊，有一个毛病，不允许别人质疑他的水平，而且一旦有新鲜的食材，他就会忍不住马上开始做菜。所以呢，我就用挑剔的时刻激向他做菜，肯定水到渠成。这就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看来这个郝聪明并不是一无是处啊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挺不错的。这个是他的那枚陨石戒指，是你想要的东西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是怎么拿到手的？郝小姐似乎特别容易相信人。哎，郝小姐，你的戒指好特别啊！这个啊是流星变成的陨石戒指，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哦。进来。李先生那边的人已经被送回酒店了，你要不早点回去休息？你去帮我检测一下。这就是那枚钻戒。我刚才跟我的戒指对比了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就是。那你要怎么做？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知不知道真相并不重要，就像他当时无意间带走了这枚戒指一样，同时他有可能无意间也带走了车祸现场其他的东西。只要有证据，我们早晚会找到真相。或许吧。我先检测去，你早点休息。去吧。
这么美丽的夜晚，一个人未免有点太寂寞。是不是应该来点儿香艳的刺激？老板，这是您刚刚找起到的文件，是关于池氏集团和美克拉美的合作意向书。老板的嗜好怎么变得这么奇怪？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？那是迟墨。小聪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那什么，我在哪儿都能见到你，说明我们真的是很有缘分。我一看到你就会特别的安心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说你疯了呗？我没疯，你不信你摸摸，你摸摸看，没听到。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怎么搞的？对，快点来接我，我现在真的是1分钟都待不下去。怎么要走啊？郝聪明，你可别忘了那些跟踪你的人。跟踪，那也比跟你这个变态在一块强。站住！你这是想违约吗？你可想好了，违约造成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？承担不起，那也比跟你这个双面渣男在一块的好。而且这一次是你违约，就算有什么后果，也应该是你这个渣男来承担。我违约？这个上面的证据我备份了2份，而且发了1份给韩毅。这回就算你有什么花招，我也不会怕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没有一点记忆？石总，这枚钻戒的确跟池氏的祖传的戒指是一模一样的。还给他。该问的都问了吗？没有。那怎么放人走了呢？用不用派人跟着？不用。可是万一如果
出了什么差错的话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去吧。这是季秘书让我交还给你的，谢谢。韩毅，你快点来啊！这荒山野岭的，很危险的。原来你早就跟踪金贵他的手机了，怪不得你们着急呢。咱们的人已经在下个路口等好了，等他上了他朋友的车，就让他们跟上去。我在。美女，上车吗？我有人接了。谁接你？上来，快点，走，下去。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不可能啊！他才离开10分钟，能出什么问题？宋秘书，你赶紧给季秘书打电话，让他带人过去。是，马上办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。石总，金贵他们已经追过去了。他们走了哪条路？他们看到一辆可疑的车正往城外开，想必是往城外追了吧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往城内路线看一下。这种时候不能放弃任何线索。糟了，老大，我们好像被盯上了！别叫，加速，快！干什么呢？这孙子不会犯病了吧？带走啊！走。走。迟墨，这次又玩什么呀？捆绑啊！一天天穿成这样。费尽心思啊，小妞，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。说吧，当年这场车祸，你到底看没看见那个公文包？爸，原来关键是那个包。那个公文包是爸爸平时形影不离的，莫非那个包里装了什么秘密，才引起那场车祸？老大，嘴还堵着呢。说，到底看没看见那公文包？嗯？喂，你们几个，快点把它放了。什么？臭小子！
聪明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。什么？不怕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走！啊，你怎么了，曲梦？走。醒醒！人呢？不知道，大哥。到手的肥肉不能就这么没了。分头追，走。你没事吧？脚崴了，我看看。真倒霉！如果是韩毅，还能让他背我一下。这个迟大爷嘛，算了，他们还在后面追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啊！我们之间有约法30条的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！左转，再右转，岔路口。没有岔路口啊！哎，你这个导航不行，要用指南针。哎，这指南针为什么一直在闪啊？哎，这怎么用啊？是不是要放平啊？那我只能放地上了。这怎么还在动啊？这怎么用啊？那边是南。哪边？切！我读书少，你别逗我。看见没有？那个是北斗七星，那边是北。分辨方向是要看斗柄的，斗柄朝南，天下皆下。现在这里是盛夏。嘿，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嗯。
瑶光之心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。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你以为我想离你近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石墨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好饿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饿过。现在就是给我一头牛，我都可以整个全部吃掉。喂，池大爷，你又生气啦？这路上都生气多少次了？哎，有的吃的，有的吃了，桃子哎。来，你一个我一个。这不算偷的，那你看，我放了钱在上面的。很甜，吃吧吃吧。石墨，你怎么了？石墨，你醒醒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，韩毅，都缴过费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池氏集团的老板桃子过敏，所以我这个热心肠的路人就把他送过来了。放心，你垫付的医药费他会双倍给你报销的。池氏集团老板，你是说屋子里的人是池墨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池墨的消息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不枉我半夜匆匆跑过来。我先去打个电话。可以下报。这个人怎么几天不见，越来越神神叨叨？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对这么可爱的水果过敏，池墨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？此生被惩罚不能吃桃子。最近这么多异常，也许我的确应该找个医生好好看看。根据精神鉴定的结果显示，你可能患有解离性同一性障碍。说具体点。解离性同一性障碍就是通常所说的多重人格，患者多数遭受过巨大的创伤，比如长期受虐待，或者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。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。人体就像一部机器，当心理无法承受痛苦时，自我保护系统就会开启，会幻想出来一个人替自己分担痛苦，
而幻想出来的这个人，就是受害者的亚人格，也相当于一个身体里边居住了2个不同的灵魂。这话怎么说？你体内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。可是我的家族中没有人有精神病史。这跟精神病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世界上突然接受这样的现实，一时有些困难。照目前情况来看，你所分裂出来的这个亚人格并不具备攻击性。最近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？没有。亚人格与核心人格之间没有联系的话，作为核心人格的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，而他却能感受到我的存在？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影响到它。但它并没有介入你的生活，它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。看来它并不想打扰你，只是想替你分担痛苦罢了。你刚才说那么多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参考性。是这样。其实你并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双重人格不见得就是个坏事儿。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生活压抑状态，那么身体会急需一个宣泄口。这个时候，双重人格的出现可以帮你缓解身体所承受不了的压力，反而对身体来讲是一种治愈。池先生可以借这个契机进行一次自我治愈。如果池先生需要帮助，随时来找我。无稽之谈。郑小姐喜欢在这个咖啡厅喝咖啡啊？废话少说，我东西呢？哦，东西带了。最近我可是早出晚归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啊。这就是第三者啊？准确意义上也不算第三者，毕竟池先生目前是单身。你就查到这些啊？看来你这个无所不能，也就这样了。池先生平时为人谨慎，我能查到这些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好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情查得水落石出。哼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你给我量身定做的旧情难忘套餐，现在开始启动吧。我到了，钥匙在哪？钥匙放在了门外地毯下边。别墅里边的佣人今天休假1天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弄乱屋里的陈设。还有，别跟任何人说是我帮你进来的。你们听好了，不准乱动这里的任何摆设。是，大小姐。对不起了，表弟，谁让宝珠是姨妈看中的媳妇呢？今晚在这里能看到狮子座最绚烂的流星雨，就和3年前那样。作为核心人格的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，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影响到它。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吗？你体内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。另一种人格？这一定不是真的。宋总督，什么事儿？石总，郑小姐可能去你那边了。请你做好心理准备。谁让他过去的？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难题，就是希望你能注意一下态度，别为难他。还有，姨妈提了一下，要我说，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的，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石墨，你回来啦？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只想亲手为你做一次饭，来弥补我当年从来没有为你下过厨的遗憾。怎么样，惊喜吗？郑宝珠，惊喜没有，惊吓倒是有很多。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吗？为自己喜欢的人做饭是一种幸福。我当时没有体会过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。石墨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做给你吃。郑宝珠，你不要再演戏了，因为你说的这些我根本不记得。你看当时他的表情可逗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对啊，就是啊，我觉得你特别好笑。当时，所以你这个就是，哎，流星雨，哎，你看，快许愿，哎，真的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哇，真漂亮！哇，那还有，你看到哪儿去了？对啊。哇！哎，石墨，你这是新一轮的对我羞辱吗？啊！宝珠。石墨，你肯原谅我啦？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？嗯。来尝一下，好吃吗？宝珠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汤，你尝尝。这里边的蘑菇我切了好久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汤。如果有什么不好的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改进的。你看我都切到自己手，好笨啊！相当不错。把这个再做一遍给我看。啊？如果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，那你随便选一样还原给我看，我想没什么难度。郑宝珠，以前的迟墨给你做饭的时候，可不会找那么多帮手。郑大小姐，我郑宝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放低过身段去讨好过别人。为了你，我没有怨言，我心甘情愿。迟墨，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？喂，啊，金秘书，你说。老板，老板，该起床了。金秘书才几点？你是不是定错闹钟？老板，您今天的行程是上午8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在公司的大会议室；中午12点核心媒体部会餐；下午2点您还要别说了。石总，客户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今天行程改变，我另有安排。改变行程？可是之前的还没取消呢。表哥，放轻松，别一天到晚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样子。笑一个，对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人呢，就要明确分工，有人赚钱，有人就得做恋爱永动机，有赚有花。
这才符合大自然的规律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？大哥，我去约会啊，你帮我？不是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。老板这是怎么了？听说他昨天和郑小姐和好了，应该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吧？是吗？这是好事啊！得让姨妈知道。走，跟上去。你说这个旧情难忘套餐还挺有效果的哈。昨天晚上一个昨日再现就打动了他。今天我该怎么做才能彻底收服他的心呢？我就说吧，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步骤，一步一步的往下去做，我保证他能投怀送抱。都这个点了，迟墨怎么还不来找我呢？他昨天晚上说今天来找我，不会耍我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据我所知，这迟先生不是这种人呢。他以前不是，现在说不好。我要去找他。聪明聪明，要一起吃晚饭吗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马上就去公司找你，等我啊。老板不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吗？显然不是。好烦。肯定是个女的吧？其实是我的初恋。3年前我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，然后我们就分手了。之后一直没联系，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总是找机会要跟我复合。那你会跟他复合吗？你希不希望我跟他复合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的好笨蛋，你还不知道我心里只有一个人啊，那就是你喽。接吧。喂？什么？哪儿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聪明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跟我说他出车祸了。人命关天，赶紧去啊！但是现在这个点高峰期肯定堵车，我有办法。喂，老方，我要发一个急件。急件？哎呀，兄弟，我只能给你送到这儿了，后面这块区域啊不归我了，你就跟着我这兄弟走，他保证给你送到店儿，啊。慢点啊！大哥，这车颠吗？你没事吧？哪儿受伤了？脚。脚啊，脚我就不看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没受伤就不要骗我过来。走了。迟墨，你别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
我告诉你，自己崴的脚，含着泪也要给我走回去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，你为什么都不承认呢？你说我在乎你？对啊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城北，现在是晚高峰，车况一定很糟糕，而你却在半个小时内赶过来，你还说你不在乎我？哎，你非要逼我把话说那么清楚吗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本来呢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告白。我呢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，在新的感情出现之前，我一定要处理掉旧的感情垃圾。现在新的感情出现了，所以我当然是要来处理旧的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，懂吗？你上次怎么说的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被那个郝聪明给迷惑了。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背影，的确是梅克兰梅的郝聪明。这世上最恶心的事情，是前男友找了个处处不如你的现女友。开车。是。天菜，天菜，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也不知道你和前女友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。笑笑，喂，聪明，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啊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回家了。关于前女友的事情，我想我已经处理好那些感情垃圾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郝聪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现在就要跟你在一起。喂，聪明。怎么关机了？果然，前女友是不可战胜的。喂，我的行李呢？你不是打电话说在你这儿吗？你喝酒了？根据女佣雇佣合约，你不能喝这么多酒。看样子，你做个女佣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。根据女佣雇佣合约，你不能喝这么多酒。看样子，你做个女佣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做什么都不合格。你说过，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是非常有能力，要么就是极度平庸。可能我就是那种极度平庸的那种。我好聪明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郝聪明，你发什么酒疯？赶紧给我醒醒酒去！我明明没有抄袭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抄袭，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？你们还骗我！明明有前女友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
进来。老板，这儿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哦，金秘书，你让新盛珠宝公司的前负责人过来见我一下。您不是一直都很少管新盛的事儿吗？是的，我现在就去。陨石系列要上市了，可是池氏集团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说设计稿的归属问题。这可是我作为珠宝设计师第一次设计的稿件，唉，心情真是糟透了，还要被下放到商场做民调。不过也还好了，趁机看看客户们都是什么需求。陨石系列谁给你的？是设计部研发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，两者的待遇是不同的。发生超级事件后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暗中打听，查到的是郑宝珠小姐的助理，就没敢接着查了。金秘书会对你做新的安排。出去。池总。聪明，聪明，迟墨，你回来了。迟墨，哎，聪明，你别喝了，你怎么喝酒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要你管。迟墨，你这个大坏蛋！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你非要说我抄袭，还搞什么女佣雇佣合同，说什么保护我。要不是你要追查什么车祸，我至于被别人跟踪吗？聪明，你说你跟迟墨一直住在这儿？迟墨，你个王八蛋！对我的女人打主意。长得好像小小啊，只可惜你不是他。可惜他还是别人的前男友。聪明，没有啊，我那天还有话你没听到啊。我那天说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，重新给你开始，但是你也不接电话，你还跑到这儿来，自己在这儿喝闷酒。聪明，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啊？我昨天晚上喝醉酒，是不是跟迟墨说了什么？
shit！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哎，表哥，你站着干嘛？过来帮我弄弄啊！我就是，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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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金秘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？按照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好了，可是您确定要这样做吗？你有异议？啊，没有没有。Let's go， 走啊，快点！哎，聪明，来，聪明。哎，你坐啊！怎么了？冷啊？那个，你去把空调关小点。好。对，把空调关小点。啊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要给郝聪明女士开一个道歉大会。什么？道歉大会？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。金秘书。这个呢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。陨石系列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剽窃。是撞车头一次。你不舒服啊，金秘书啊？没有。我今天来，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还给美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女士，恢复其名誉权，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我们池氏集团全部赔偿。我池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为难郝聪明小姐。你真的是池墨池大爷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你会不会后悔啊？这件事情，段经理违背他自己细节，池氏集团将发表声明，陨石系列的创意归美克拉美。当然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我们池氏会进行赔偿的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，总有合作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您说的有道理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对哦，不能后悔。哎，这样，我来教你吧。你拿着这个，我们拍一张照片作为物证，好吧？来，你来跟我拍。哦。你快点啊！来，1、2、3，好了。再来一张。再来一张，拍脸啊，脸。我想想啊。哦对，手机给我。我再录一段视频，好吧？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们池氏集团无耻的、不要脸的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小姐的，所以对此我池墨感到非常的歉意，我真的是太不要脸了。金秘书，你要是真生病了，你就去看病啊，免得外人说我们池氏集团虐待员工啊。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对付你自己吗？哎，你不用管这些。
这样吧，大家都来合个影吧，快点，就是你，还有你啊，你来拍，来。